昨是中秋连假头一天，真侪人拢去咧巷肉放炮啊！因毋过要提醒大家，若是过暗时10点啊，就毋通搁再来放炮。昨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伫咧黄金海岸发现有民众暗嘛，也搁伫咧放炮，落尾是依法来开出2张3000块的罚单。 时间已经超过暗下10点，台南市黄金海岸线还有民众咧放烟火，客家人员伫10点之前早就开始看到，不过同款嘛是有外来游客来违规放烟火、放开单。环保局指出，这2天拢总看到129件，10件开出罚单。3号在黄金海岸发现2起违规部分，现场依违反噪音管制法，予以告发处分。 在地里长讲，黄金海岸附近带上百户徛街，平常时就加减有人会来遮佚佗兼放烟火，影响因在地上较严重，就是中秋节连假。去年放到尾天光，烟火噪音加上制作本色，互当地真困扰。查啦，迄外头拢2、3点了咧放咧，你问里长无困过，就来伫要天光，我拢早起来啊。它影响不止沿海，它那个炮声，它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湾里的社区。有长者被吓过吗？当然啊，还有小朋友啊，对啊，所以都会打电话给里长。有时候炮放了就走了，啊，他来的话也是抓不到。那有时候我们里长会真的是受不了，我们就骑摩托车去做下劝导。市府强调讲，当年中秋拢会针对黄金海岸关系平台这个所在实施烟火加强稽查，民众暗时10点了后，千万唔通使用扩音设备，也是放烟火，若发现违规会防开罚单，若是伫特定医疗，也是学校顶区域，就会罚双倍。所来也有2天休假，环保局已经成立中秋环保稽查小组，呼吁民众遵守规定。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。